你知道吗？每天看似健康的菠菜，可能正在悄悄偷走你骨头里的钙液。如果你现在正准备吃午餐，请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否则你可能会错过一个关于肾结石的警讯。这不是恐吓，而是科学。我是林志恒医师，从事临床营养与肾脏健康研究超过25年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真相：那些你以为对身体好的食物，如果吃错方式，反而会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。菠菜这个被称为菜中之王的绿色蔬菜，确实富含营养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它同时也藏着一个看不见的敌人。这个敌人叫做草酸，它会和你体内的钙质结合，形成一种白色的结晶体。这些结晶体如果累积在肾脏里，就会变成让人痛不欲生的肾结石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每天都在用错误的方式吃菠菜，他们以为自己在补充营养，实际上却在一点一点地伤害自己的身体。但请不要担心，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用最简单、最科学的方式，告诉你如何正确享用菠菜，让它真正成为守护你健康的好朋友，而不是伤害你的隐形杀手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让我知道你正在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主题很重要，请在留言区打个招呼，也欢迎提出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健康资讯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在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输入数字0。你的回馈对我们非常重要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这段关于菠菜的真相之旅。在开始谈论科学之前，让我先和大家分享一段关于菠菜的美丽故事。菠菜，这个我们餐桌上常见的蔬菜，其实有着悠久而迷人的历史。它原产于古波斯，大约在1000多年前，经由尼泊尔进贡到中国。从那时候开始，菠菜就从宫廷走向民间，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常客。在台湾，我们有个很可爱的名字来称呼菠菜，叫做红嘴绿鹦哥。这个名字来自于菠菜红色的根部和翠绿的叶片，就像一只美丽的鹦鹉。古人对菠菜推崇备至，称它为菜中之王，在许多古籍中都有记。在菠菜不只是食物，更是一味药材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每当换季，身体不适，我的外婆就会煮一碗菠菜粥给我喝。她总说，菠菜能养血明目，对身体特别好。那时候我还不懂医学，只是单纯地喜欢那碗粥的味道。长大之后学了医，才明白外婆说的话确实有道理，但也发现其中藏着许多学问。菠菜在中医里被认为性凉味甘，有润燥滑肠、养血明目的功效，对于现代人常见的便秘、眼睛疲劳等问题确实有一定的帮助。但是正如许多事情都有两面性，菠菜的营养价值虽高，却也需要用对方法来食用。接下来让我用科学的角度带大家深入了解菠菜的营养宝库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菠菜几乎是一座维生素的宝库。让我用具体的数据来告诉你菠菜到底有多营养。首先，从热量来看，每100克的菠菜只有23大卡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一碗饭大约有280大卡，而同样分量的菠菜却只有1/8的热量。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，这是非常理想的选择。脂肪含量更是低得惊人，每100克只有0.39克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可以放心的吃，完全不用担心会摄取过多的脂肪。接下来是矿物质的部分。菠菜的钾含量高达每100克550毫克，这使它成为典型的高钾低钠蔬菜。为什么？这很重要。
因为现代人的饮食普遍钠含量过高，而高钾食物可以帮助平衡体内的电解质，对血压的控制很有帮助。再来看看维生素，维生素 K 的含量是每100克483微克，这个数字可能对你来说没什么感觉，但让我告诉你，这个量足以满足一个成年人5天的需求量。维生素 K 对于骨骼健康和血液凝固非常重要。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也很惊人，它在体内会转化成维生素 A， 对于维持视力健康、保护眼睛有助关键作用。这也是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常说多吃菠菜对眼睛好。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每100克28毫克，维生素 C 是强大的抗氧化剂，可以帮助身体对抗自由基，延缓老化，同时也能增强免疫力。叶酸的含量达到每100克194微克。叶酸对于红血球的生成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对孕妇来说，充足的叶酸可以预防胎儿神经管缺陷。除此之外，菠菜还含有丰富的铁、质、镁、锰等微量元素，这些营养素对于能量代谢、肌肉功能、神经传导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菠菜的营养这么全面，应该要多吃才对啊。没错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，菠菜确实是非常优秀的食材，它的营养密度高，热量低，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健康食物。这也是为什么古人会称它为菜中之王。但是，就像我在开头说的，事情总有两面性。菠菜虽然营养丰富，却也藏着一个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当，反而会让菠菜从健康食物变成健康杀手。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和大家详细讨论的重点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菠菜里常住的那个看不见的敌人——草酸。这个名词你可能听过，但可能不太了解它的真实影响。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。每100克的菠菜含有大约360毫克的草酸，这个数字在所有蔬菜中算是非常高的。草酸本身对人体没有好处，更麻烦的是它会和我们体内的钙质结合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血液里有许多钙离子，它们本来应该要被吸收，用来强化你的骨骼和牙齿。但当草酸进入体内后，它会像磁铁一样吸住这些钙离子，形成一种叫做草酸钙的物质。草酸钙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结晶体，它无法被身体吸收利用，反而会沉淀下来。如果这些结晶体累积在肠道里，它们会被排出体外，那还算好。但如果它们进入血液，最后沉淀在肾脏里，那就麻烦了。这就是肾结石的形成过程。我在临床上看过太多因胃肾结石而痛苦的病人，那肿痛是一种从腰部放射到下腹部的剧痛，很多病人形容它比生小孩还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过程是慢性的、累积的。你不会因为吃一次菠菜就马上长出结石，但如果你长期用错误的方式吃菠菜，这些草酸钙就会一点一点的累积，可能是几个月，可能是几年，总有一天它会达到临界点。那个时候，你会突然发现自己有肾结石了。而且草酸带来的问题不只是结石，因为它会和钙质结合，所以即使你吃了很多含钙的食物，或是补充钙片，这些钙质也可能被草酸偷走，无法真正被身体利用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很注重补钙，却还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。很多时候，问题不是出在你吃的不够，而是出在你吃错了方法。菠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。如果你直接生吃菠菜，或是用错误的方式烹调，那些草酸会完整的进入你的身体，和钙质展开一场战争。结果就是你补不进钙，
反而可能因为草酸而产生健康问题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是不是就不要吃菠菜了？不，完全不需要这么做，因为只要用对方法，我们就可以大幅降低草酸的含量，同时保留菠菜的营养价值。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这个简单却非常有效的方法。好消息来了，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化解草酸带来的危机。这个方法就是汆烫。什么是汆烫？就是用滚水快速烫过蔬菜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但其中藏着大学问。根据科学研究，用沸水汆烫菠菜1分钟，可以去除大约38%的草酸。如果你控制在2分钟内，可以去除更多的草酸，同时又能保留大部分的营养素，特别是叶酸。为什么汆烫可以去除草酸？因为草酸是水溶性的，当你把菠菜放进滚水里，草酸会溶解到水中。只要你把水倒掉，不要再喝，这些草酸就不会进入你的身体。让我教你正确的汆烫步骤。首先，准备1锅水，煮到完全沸腾，水量要够多，大概是菠菜的5倍以上。接着，把洗前净的菠菜放进去，不需要切，整株放进去就可以。用筷子或汤匙轻轻翻动，让每片叶子都接触到热水。你会看到菠菜的颜色很快就变了，从深绿色变成明亮的翠绿色。这个过程大约10到15秒。当你看到颜色变翠绿的时候，就可以马上捞起来了，不要烫太久，否则营养素会流失太多。捞起来之后，立刻放进冷水或冰水里，这个动作叫做过冷水，可以让菠菜的颜色保持翠绿，口感也会更好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把烫菠菜的水倒掉，千万不要喝，因为那些草酸都溶在水里了。就这么简单，只要这个小动作，你就可以大幅降低草酸的含量，让菠菜真正成为对身体有益的食物。我在诊间常常跟病人说，吃对方式比吃什么更重要。菠菜本身是好食物，但如果吃错方式，好食物也会变成坏东西。现在你学会了正确的汆烫方法，就可以安心的享用菠菜了。接下来，让我从传统医学的角度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菠菜的智慧。在中医的观点里，菠菜有着特殊的地位。中医认为菠菜性凉，味甘归肝，为大肠、小肠经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菠菜对于肝脏、胃肠系统都有调理的作用。古籍《随溪居饮食谱》里记载，菠菜有活血脉、行酒毒、调中气的功效。活血脉指的是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于现代人常见的手脚冰冷、血液循环不佳的问题，菠菜确实有帮助。行酒毒说的是帮助解酒。如果你喝酒之后觉得不舒服，吃一些菠菜可以帮助身体代谢酒精。调中气指的是调理脾胃。对于消化不良、胃口不好的人，适量食用菠菜可以改善症状。此外，中医还认为菠菜有养血明目的功效。这和现代营养学的发现不谋而合。菠菜富含铁质和贝塔、胡萝卜素，确实对于补血和保护视力有帮助。特别是对于经常用眼的现代人，比如长时间使用电脑、手机的上班族、学生，适量食用菠菜可以缓解眼睛疲劳。但中医也提醒，菠菜性凉，所以脾胃虚寒的人不宜多吃。这些古老的智慧其实和现代科学有许多相通之处。无论是东方医学还是西方医学，都告诉我们同一件事：菠菜是好食物，但要懂得如何正确使用。虽然汆烫可以大幅降低草酸，但还是有些族群需要特别注意。第一类是肾结石患者。
特别是曾经有草酸钙结石的人，即使菠菜经过汆烫，还是建议少吃，因为你的体质本身就容易累积草酸钙，任何额外的草酸摄取都可能增加复发的风险。第二类是正在成长的小孩子，孩子的骨骼正在发育，需要大量的钙质。如果吃了过多的菠菜，即使经过汆烫，孩子可能影响钙质的吸收。所以给小孩吃菠菜时，分量要控制，而且一定要汆烫过。第三类是服用抗凝血药物的人，因为菠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K， 而维生素 K 会影响抗凝血药物的效果。如果你正在服用这类药物，食用菠菜前最好先咨询医师。除了这些族群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区要提醒大家，那就是千万不要吃隔夜的菠菜。为什么？因为菠菜含有较多的硝酸盐，在常温或冷藏的环境下，硝酸盐会被细菌转化成亚硝酸盐。亚硝酸盐是一种致癌物质，长期摄取可能增加癌症风险。研究显示，菠菜在摄氏4度冷藏16小时后，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明显上升，可能超过安全标准。我曾经有一位病人，50多岁的男性，每天早上都会把前一天晚上剩下的菠菜加进豆浆里，打成精力汤喝。他觉得这样很健康，可以摄取到丰富的营养。结果半年后来做健康检查，发现肾脏里有多颗结石。不是因为菠菜不好，而是因为他吃的方式错了。隔夜菠菜加上没有汆烫，让草酸和亚硝酸盐都进入了他的身体。所以记住，菠菜要现煮现吃，而且一定要汆烫过。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草酸的问题，以及为什么要汆烫菠菜。但其实汆烫这个动作的好处，远远不只是去除草酸这么简单。让我用科学的角度告诉你汆烫的6大好处。第一个好处，让颜色更翠绿，提升食欲。经过汆烫的菠菜，颜色会变得特别鲜艳翠绿，这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，鲜艳的颜色也会刺激我们的食欲，让人更愿意吃蔬菜。第二个好处，大幅降低草酸含量，保护钙质吸收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汆烫可以去除30%到50%的草酸，让你吃菠菜时不用担心会影响钙质吸收，或是增加结石风险。第三个好处，减少亚硝酸盐，避免致癌风险。很多蔬菜都含有硝酸盐，在烹调或储存过程中可能转化成亚硝酸盐。汆烫可以有效降低这些物质的含量，让你吃得更安心。第四个好处，降低农药残留。现代农业普遍使用农药，即使你买的是有机蔬菜，也可能有微量残留。热水可以分解或溶解大部分的农药，汆烫后的蔬菜会更安全。第五个好处，破坏有害的毒素。有些食材含有天然的抗营养因子或毒素，比如扁豆里的皂素，生食可能引起腹泻。汆烫可以破坏或中和这些物质，让食物变得更安全。第六个好处，去除异味，改善口感。有些蔬菜有特殊的味道，可能让人不喜欢。汆烫可以去除这些异味，让蔬菜的口感变得更好。这对于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特别有用。除了蔬菜，汆烫对其他食材也有帮助，比如豆腐，汆烫后会变得更紧实，煮的时候不容易碎。比如肉类，汆烫可以去除血水和腥味，让肉质更鲜美。你看，汆烫看起来只是把食材放进热水里烫一下，这么简单的动作，却能带来这么多好处。这就是烹饪的科学。很多时候，健康不需要复杂的方法，也不需要昂贵的营养品，只要掌握正确的烹调技巧，普通的食材就能变成守护健康的良药。汆烫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却关键的步骤。
希望从今天开始，你也能把这个习惯带进你的厨房，带进你的生活。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，深入探讨了菠菜这个看似平凡的蔬菜，从它的历史、营养价值，到隐藏的草酸危机，再到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使用。我希望你能记住一件事：吃对方式比吃什么更重要。很多人以为健康就是要吃昂贵的保健食品，或是追求各种超级食物，但其实真正的健康从来不复杂。从一碗正确烹调的菠菜开始，你就能守护自己的肾脏和骨头；从养成汆烫的习惯开始，你就能让全家人吃得更安心。我在临床上看过太多病人因为不懂得正确的饮食方式而受苦，他们不是吃得不够营养，而是吃错了方法。今天分享的这些知识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，不是网络谣言，不是道听途说，而是真正能帮助你的医学知识。如果你也爱吃菠菜，或是你的家人朋友有吃菠菜的习惯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原来菠菜要这样吃才对，让他们少一颗结石，多一分健康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留言区提出，我会尽量回复每一则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入浅出的健康知识分享，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就会收到通知。健康是一辈子的功课，需要我们每天一点一滴地累积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用正确的方式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谢谢你收看这支影片，我们下次见。